镜头等来国内来讲，台股今马年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出真好的成绩，开出红盘，一开盘就来到33663点，中呢是个冲起来到34212点，创下历史新高。这个台积电开盘是来到1900块，上悬的是来到1935块。咱证交所的董事长表示讲，即阵虽望美国关税带来真侪变数，不过也是对台湾企业的韧性有信心。迎接今每年台股第一个交易日，证券投顾公司请财神爷跳加关，祈求新年开市大吉兆。早起9点，加权指数开红盘33663点，尾下就一直爬起嚟，早盘拔起到34000点，上悬34212点。因为过往这个新春开红盘上的几率是超过70%，那除此之外，大概在15号之前，就元月15号之前，其实上的几率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想，未来这几天的话，台股应该都会比较偏正面。台股冲破34000点，搁再创新高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900块，逆转由乌变红，早盘拔起到1935块，去20块。另外像鸿海早盘拔起4块。上悬231块，广达虽然开红盘，不过盘边是起起落落，早盘上悬是起到288块半，南亚科气势正强，早盘拔起超过6%。台股看起来前景袂歹，不过受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去年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无效，那么川普如果用贸易法第122条款，对世界各国扣15%的进口关税，和股市有一个新的变数。122的不确定性那基本上来讲，可能对于一些相关的产业，它有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虽然是个挑战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产业是有信心的。台北股市它是面临在一个历史相对高档投资人的情绪呢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消息就会放大反应，所以呢，在这个情绪过度被放大的过程当中呢，让其台北股市的波动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些。分析师认为，台股伫短期依然受到政经局势，也有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期震荡或者是扭回。接落来也要看有关 AI 营收的表现加迄。那些人较有机的表现，台股的盘边就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